感谢一安哦，咱继续来看代替转型做公司了后，这是期是开出699个亏，薪水是对36000块到43000块。代替产业工会是表示讲，虽然薪水是有比旧年较悬挂，也毋过嘛是无法度应付通货膨胀。望讲交通部会当来重视代替加薪的问题。代替公司化了后，招募第2批的员工，拢总开出699个亏。助理工程师甲助理管理师薪水为43000起跳，限制大学出业有相关的经验，也若研究所会当直接来考。第9届以上的站务员等等的亏，月级是40000起跳，也若第11届服务员、高中出业就会当考，月级36000起跳。除了在业的，嘛开出1000外的彼此的名额，彼此的资格甲后一届就考进前拢有效。除了我们现行已经知道出缺的人，我们还预估到会有一些自愿退离的部分，或者届龄退休的部分，我们先都把它预估出来。这批招人开出来的薪水，经过去年行政院协定调整，待遇已经比过去提升。目前这位是起1800块至3140块不等。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认为讲，薪水调整了后，要是无啥有吸引力。代替内部嘛有袂少员工，哪做工课，哪考其他的国营事业。在持续有员工离开的情形之下，产业工会初步估计，目前还佫欠2000人。第一线排班的情形，卡手也是真严。公司化开始嘛，因为你离退的非常多嘛，所以现场的人力就非常不够。有运务的话，就是像我们站就走了大概快20-30个。以这样的薪水来说，如果没有考虑到奖金的话，可能相对来说，不见得有这么高的一个吸引力。学者指出，代替转型做公司，头一年得了差不多120亿，就要想办法拍好平，甚至是有趁钱。回归到经营绩效，有利润才会当有相对的奖金来鼓励员工。那果是以薪水来看，要请大家来加入，恐惊是真恶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